現在請鄭安庭議員宣讀質詢嘅內容。多謝主席，各位同事、司長，下午好。本人嘅發言標題係完善人才政策，助本澳經濟多元發展。人才係社會進步發展嘅基石，亦都係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必須依靠嚟自各行各業、具備不同專業嘅背景嘅人才團隊共同努力，為澳門嘅經濟轉型與長遠發展提供堅實嘅支撐。一直以嚟，澳門產業結構單一，資源有限，具備國際視野高質素人才供不應求。隨住全球形勢變化，經濟適度多元化已經成為澳門發展嘅必然方向。在呢一轉型嘅過程中，人才供需不匹配嘅問題日益突顯。2024年第四季統計數據顯示，該季度失業人數為6700人，而當中3500人具有高等教育學歷。大學生失業很大程度上因為許多本地學生在選擇專業時缺乏對澳門及深合區產業需求嘅了解，導致畢業後難以找到其專業相對應嘅工作，造成人才嘅浪費。而海外澳門人才回流時，亦都面臨專業資格和職業認證體系不完善嘅問題，無法充分發揮其專長。呢啲問題不僅影響住本地人才嘅職業發展，亦都制約咗澳門經濟多元嘅進程。為解決該等問題，政府採取咗一系列針對性嘅措施，例如建立咗人才資料庫，系統化咁收集同埋管理人才嘅信息。資料顯示，現時人才資料登記系統人數已經超過咗2萬人。同時，通過大專獎學金資助於頂尖學府就讀獎學金計劃嘅方式，鼓勵學生選讀澳門緊缺嘅專業，並積極推動人才回流計劃等等。但係有社會聲音表示，該等措施仍存在有改善嘅空間。例如，人才資料庫嘅數據以實際人才就業情況未能及時同步，無法準確反映市場嘅需求。人才回流政策嘅執行力度不夠，缺乏具體嘅實施細則，專業資格認證體系唔完善，海外人才回流時面對執業嘅困難。有鑑於此，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質詢：一、人才資料庫作為人才政策嘅基礎工具，其數據嘅準確性、及時性至關重要。政府將如何進一步優化人才資料庫，確保數據及時更新同埋準確性，以更好地支持政策嘅制定、人才嘅配置，同時會否建立定期評估嘅機制，檢視現時人才政策嘅成效，並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同埋優化。二、目前澳門青年在職業規劃、專業選擇以及就業機會等方面仍面臨住唔少挑戰。許多青年在升學階段缺乏對澳門及深合區產業需求嘅了解，導致畢業後難以找到其專業對口嘅工作，導致出現人才嘅浪費現象。請問政府是否針對青年人才制定更前瞻性嘅發展計劃，提供更多實習、就業、創業嘅機會，以培養本地未來嘅產業領軍人物？三、專業資格認證體系嘅完善，不僅可以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嘅回流，還能提升澳門嘅國際競爭力。請問政府是否考慮建立同埋完善專業資格認證嘅體系，解決海外澳門人才回流時專業資格認證嘅問題，使其能夠順利執業？多謝。特區政府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2024年來澳視察期間嘅系列重要講話，致力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大力引進和培養各類人才，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對人才政策作前瞻性嘅部署。目前，澳門正處於轉型發展嘅關鍵時期，人工智能正催生大量嘅新產業、新業態同新模式，就業市場日益流動及多元。教育與就業間點對點嘅關係正發生改變，需要更重視跨領域創新性綜合人才嘅培養。特區政府加強各階段對學生生涯規劃教育同引導，強化人才梯隊建設，為祖國、為澳門培育更多具有國際視野嘅優秀人才。
在人才回流方面，發揮人才資料登記系統聚集在外嘅澳門人才，並加強與他們聯繫的作用。為提高資料嘅準確性和及時性，人才發展委員會自今年3月開始，在澳門一戶通平台增設了人才登記服務，擴大系統嘅受眾面，推動更多居民登記和及時更新個人資訊。同時，每年主動邀請人才培養考證獎勵計劃嘅獲獎者到系統登記，並與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建立聯動機制，主動邀請升讀世界各地高等院校嘅本澳學生進行資料登記和更新，發揮系統嘅傳遞作用，為在外地學習或工作登記者提供更多有利於其生涯規劃及發展嘅最新資訊，包括實習和就業方面嘅資訊。在人才政策成效嘅檢視方面，按照人才引進法律制度嘅規定，法律生效滿4年後會進行首次檢討，其後每4年檢討一次。同時，人才委在每一期人才引進計劃結束後，都會檢視計劃嘅執行狀況和成效，對新一期嘅計劃作調整。此外，人才委將結合澳門和國家發展嘅需要，重啟人才需求調研，為市民、業界和全社會提供可預期嘅短中長期人才需求變化趨勢信息。在人才引進方面，將遵循引得準、留得住、用得好嘅原則，兼顧國家同澳門發展戰略及產業佈局，做好引進人才嘅支援配套服務，發揮引進人才嘅綜合效益，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為全方位支援青年學業、就業、事業發展，培養社會發展所需嘅人才。特區政府開展了系統嘅工作，在中學階段加強生涯規劃教育。教青局近年已把生涯規劃工作前移至初中教育階段。2025年新推出學生生涯規劃藍圖計劃，每月開展一次講座或參訪，緊扣1+4產業，為學生提供升學資訊及職業規劃諮詢，協助學生了解各行業發展前景及專業認證要求，鼓勵學生結合個人興趣進行生涯規劃。在高等教育階段，一方面加強升學引導，支持學生升讀與重點產業發展相關嘅學科。特區政府推動本澳高等院校因應社會發展趨勢和產業發展需要，完善學科佈局，並與外地高校合作聯合開辦學位課程。特區政府用好內地升學保送以及獎助學金嘅政策引導作用，在國家教育部嘅支持下，內地高校保送新增重點產業相關學科嘅高校、學科種類及名額。教育基金亦優化大專助學金資助計劃，增加指定學科助學金與重點產業發展相關學科專業名額嘅佔比。另一方面，從多渠道為學生及青年提供最新嘅就業市場資訊，搭建與企業互動平台，為實習創造條件，提供支持。教青局持續與不同部門及機構合作，提供多元嘅實習機會，推行青年善用餘下計劃。今年進一步將澳門大專學生內地實習計劃嘅實習名額增至520個，並為完成實習者發放津貼。本澳高等院校每年舉辦暑期實習校園招聘會，勞工事務局亦持續開辦行業講座，與橫琴合作區民生事務局及內地知名優質企業合辦實習及見習計劃，向在內地求學嘅澳門青年提供相關嘅資訊及配套服務。在青年初期就業階段，特區政府透過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以津貼鼓勵企業聘用不超過26歲嘅具高中或高等教育水平嘅青年。勞工事務局每年舉辦職出前程本地實習計劃，並把該計劃延伸至內地，與社團合辦青年就業博覽會，提供各類空缺招聘。教青局亦與勞工事務局合作，於今年推出澳門青年大灣區職業之路資助計劃，支持青年前往大灣區內地9市及橫琴合作區指定機構就業，為青年提供津貼，推動他們融入國家發展。特區政府還為青年在職晉升提供支持，將進一步擴大澳門青年專業發展計劃參與企業或機構嘅覆蓋面和名額，同時透過持續進修發展計劃、人才培養考證激勵計劃，鼓勵居民考取各類獲國家或國際機構認證嘅證照，
促進提升專業能力及職場向上流動。另外，特區政府也將為青年醫生、退役精英運動員及教師嘅晉升轉型創造條件，提供支持。在專業資格認證方面，特區政府目前已在律師、醫療人員、社會工作者、建築師、工程師、城市規劃師、教學人員等專業範疇建立專業資格制度，或規定相應嘅入職要件。有意回澳發展嘅人才，可按相應嘅法律規範申請資格認可。例如，臨床經驗豐富及具備適當學歷嘅醫療專業人士，如符合規則所列明嘅評審項目，可與從事有關職業嘅要求銜接。社會工作者經申請，亦可在通過資歷審查和認可考試後，獲發專業資格認可證明書。人才發展委員會網站嘅澳人回流資訊平台，亦設有專業認證及註冊頁面，列出各類主要專業證照嘅相關資訊。同時，委員會將繼續透過人才資料庫，向包括身在海外嘅登記者提供有關專業認證、大灣區政策及市場動態等方面嘅資訊。未來，隨住各範疇專業資格制度嘅發展，可共同探討研究，為人才回流創設更好嘅條件。多謝主席，多謝司長嘅回覆。我知司長你4頁紙嘅回覆非常詳細啊嚇。咁啊，因為我哋現時呢，即係我哋又要澳門又要經濟適度多元，係嘛？跟住呢，我哋又要靠我哋嘅人才去支撐我哋嘅新嘅產業嘅發展。咁啊，啱先司長都有回覆到啦，我哋喺一戶通已經今年3月增設咗人才登記服務呢個服務啦，令到推動更多居民可以登記同埋及時更新。咁其實喺呢方面呢，因為今年3月先開始做啦，咁其實喺呢方面呢，我諗呢個數據嘅更新非常重要嘅。因為點解呢？如果我哋嘅數據如果唔及時更新，而唔及時同我哋嘅經濟適度多元啲產業有一個相應嘅配套對接呢，咁啊數據就得一啲數字嘅遊戲，咁啲數字就瞓咗喺度，跟住就變咗呢，就唔可以同我哋嘅現時嘅如何去制定一啲新嘅政策，令到人才可以投入到我哋新嘅產業同埋新嘅業態入邊啦。咁啊呢度認同嘅，咁希望咧喺呢個一戶通方面咧，因為一戶通都其實而家現時都經過疫情之後，都好多市民都使用啦。咁喺呢方面咧，我諗喺有更多嘅資訊同埋有更多嘅一啲嘅行業嘅空缺，包括而家我哋一啲新增嘅一啲嘅科技行業啊。咁其實有啲人才或者有啲澳門居民，其實佢哋都喺外國讀書翻嚟，可能佢讀個行業，澳門都暫時未有，或者係已經初起步。咁喺呢方面呢，亦都可以通過一戶通做一個對接。但係呢個對接方面呢，我諗更加政府可以登記咗之後，做到一個更加主動咁去邀請呢啲同登記嘅人才去同我哋嘅產業做一個定期嘅一啲嘅會面啦。因為可能如果有靠一個普通人去同政府，我想約時間，想做啲乜嘢，我諗好難嘅喺呢度。咁啊，另外一方面呢，亦都有睇到啊，我哋而家人才回流方面呢，亦都政府亦都係做咗好多專業認證註冊嘅頁面。咁我諗而家都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呢做多啲 AI 嘅一啲嘅手段啦，因為可以變咗呢人哋喺回流嘅方面呢，咁佢嚟自翻嚟嚟自世界各地，可能佢對自己每一個個人嘅一啲嘅情況，咁我諗都要靠一啲 AI 嘅問題啊，一啲簡單嘅對話，令到市民可以更加了解到政府嘅一啲嘅產業發展嘅狀況同埋人才資料庫嘅更新。多謝。多謝謝安婷議員你嘅意見嘅，我好認同阿鄭議員你提出嚟嘅，我哋應該係及時更新我哋嘅資料庫，同埋咧對應我哋1+4嘅產業咧進行相應嘅配套同埋對接。啱啱亦都講咗，我哋嘅人才政策除咗係配合我哋本澳嘅產業多元化之外，我哋亦都同國家嘅整體政策息息相關，尤其係構建我哋嘅國際高端人才嘅集聚高地。所以咧，你啱啱提到有一啲我哋喺國外讀咗一啲比較產業比較係前沿嘅尖端嘅，如果我哋係見到嘅，我哋亦都會主動接觸呢度。我哋亦都希望有一個雙向嘅互動。我覺得你嘅提議係非常之好嘅，包括你提到
喺啲頁面，我哋係咪透過而家咁多 AI 嘅技術，我哋可以主動提高更多嘅資訊？多謝你嘅意見。